雨夏，梁老师，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削个苹果，对不起。痛不痛啊？杨老师，你知道吗？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别人问我这个问题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她都会问我跌倒了，碰到哪儿了，我不小心咬到舌头了，她都会问疼不疼。每次她这样问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就像现在。好奇怪呀，为什么开心的时候也会哭呢？没事，想哭就哭，不用忍着。可以吗？坦白讲，卷入人家家庭问题是挺不好的一件事。但我看小孩已经把自己伤成那样了，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但是很难吧？难。但哪怕是无用的一点点努力，我也想试试看。不好意思，柯先生，我有话想跟您说。今天是雨校妈妈去世1周年的纪念日吧？小点声，别让雨校听见，好吗？雨夏早就知道了。你胡说！那天要是我不去上钢琴课就好了。妈妈是为了接我才出的车祸，都是我的错。别念了。今天没有写作业，反正都是要死的，写不写作业，睡不睡觉，吃不吃饭也没有什么不同了。别念了。人死了会去什么地方呢？冷冻柜里会不会很冷啊？爸爸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是在怪我。我让你别念了，你没听到吗？杨老师，请你离开。后来我就把雨校的日记本留给了他，告诉他我在殡仪馆工作，有什么事随时可以联系我。但是1周以后，他才打电话给我。雨校呢？你看过雨校的最后一篇日记吗？没有。长大以后要改个名字，不叫雨校。总把笑脸留给别人，太累了。偶尔也想痛快的哭一哭。如果能长大的话。雨校一直有自残的习惯，你不知道吗？还是你潜意识里
就是想要惩罚他。我没有想要惩罚任何人。你可以悲伤，甚至绝望，但你如果不想雨笑也躺在那儿的话，你就必须明白你的妻子宋雅迪已经死了。就像雨笑必须知道你爱他，他才能活下去。柯先生，我希望您能明白，死亡这件事是不可逆转的。我们除了接受它，没有别的办法。无论多高超的防腐手段，遗体也总会腐烂。但爱不会啊。缩地真好。没有那么好，就是比什么都不做多做了一点点。陈法医，您在鉴定结果中有提到，我当事人的父亲曹国华先生去世当天的症状无明显应用吗啡的用药指征，对吗？对。请问，曹老先生的症状是什么呢？癌变导致的心律失常和呼吸困难。那吗啡的用药指征呢？吗啡的适应症主要是镇痛、心肌梗死、心源性哮喘、麻醉和手术前的给药。所以根据鉴定报告，我们可以判定，医院和主治医生在治疗我当事人父亲曹国华的过程中存在用药错误，对吗？陈法医，你对这个问题如何解释？陈法医，当然，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最新版吗啡的使用说明书里没有吗啡用于治疗癌症晚期呼吸困难的阐述，但是这并不表示临床使用吗啡进行呼吸困难治疗就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吗啡用药的争议是否处于合理范畴之内，和病人死亡的因果关系到了哪种程度，应该听取更多医学专家的意见。10点鉴定结果只能作为审判参考之用，不能作为绝对的依据。不是你帮谁说话了你啊？原告安静，请遵守法庭秩序。审判长，我方有内容需要补充。请讲。在关于癌症晚期患者的姑息治疗临床指南中，已经明确提出，对于预期生存时间短的恶性肿瘤晚期临终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治疗的重点是提高患者舒适感，可使用吗啡等阿片类药物进行治疗。那么请问这份姑息治疗指南是出自哪里呢？国际癌症诊疗权威机构美国国立癌症综合网络。在中国有达成共识吗？被告方如何回应？